每次说就你如果心软就静坐，我说老师那怎么静坐？我就跟他讲啊，眼观笔，提观心啊，什么都不要想啊，对不对？就数息嘛，念佛号嘛，你搞对了，不会很难，回去就去练习。第一天练下去呢，这个要找文机器两家贼，隔天跑来，老师，怪，你教我的静坐好奇怪，哪有奇怪？不就数息念佛号？没有啦，我练下去，结果全身好像要浮起来。不起来，我相信。我去甲你教一教，你啥物拢爱想，就是不一个佛陀里啊，你拢莫甲当做，莫甲当做真的。有菩萨来了，你也不要当做真的啊，你就专心的念佛号就好，数息就好。回去什么都不要想，再做一次。第二天他又做了一次，结果规身骨都浮起来了。那个孩子说他真的浮起来了，离开那个船，那是幻想。第二天又跑回来，老师我浮起来了。那边要办，那就不要做了，卖紧贼，不要盘腿。你看着佛经念佛经，看着佛经念佛号总可以的吧？好，那有足干脆了，我是搞搞丢。然后以前教后学一直都继续搞，那种那天念完了佛经之后，开始睡觉，烧出几个小朋友把他弄里面，说你好，我是你的有缘人，从今天开始我要来教你很多东西，教你走向修行的路。连续一个月，那个小朋友遭遇的梦境，他到底有没有睡着，他都不知道。可是很奇怪，他们都没爱过。那小朋友你相信我，我保证让你不会想睡觉，心神饱满。那如果这一点，那就怀疑。我那个学生是这样的一个学生。好，后来离开了屏东女中，优秀，哇，优秀，我们俄勒人家屏东女中，后来就离开了，后来或者就调回来北中。他读到屏东女中3年级的高三，他都写了一封信给后学，他认识了一位密宗的老师。那密宗的老师呢，决定要带他去他们密宗的大法师，帮他解决他的问题。到底什么问题？因为他把他看得到那个小朋友的事情，跟那个密宗的老师，屏东女中的一位老师，修密宗的，跟他讲，老师让我的小朋友说要帮他梦里面搞嘎打嘎财，你老这么惨的，你入魔了，那种外道不行。我还去密宗的大师呀处理，人家大师人家处理哦，经过处理了好几个月，一看你的那小朋友再也没有再出现那梦境。怎么讲好？你要是因为他就全家都归了，或者把他告啊，或者把被中他求道啊，那体力就是不啊，这个另外一回事，或者再有机会再讲。他就处理之后，后来他考大学，考上东海大学，有没有很优秀不知道，但是至少还可以，他就考上了东海。人家密宗老师讲，你去到东海之后呢，不要乱信，你要牵什么信？不管是佛光山那种密宗都是佛教，也就奉行老师说，都奉行佛光山师傅所交代的话，他就真的，后学就跟他又断了一句。N 年之后，然后又看了后学，然后下回后学看什么就先下回了，后学，后来后学哥把手机号你再看后学，他经常会问后学，有一天在网络上那就讲说，你跟我聊天跟中华人，他这个看得到的，虽然小朋友不会进入他的世界，他还能看得到。你后来下回问老师，我为什么要写信给你？我大四那一年发生一件非常痛的事情。我问什么痛的事？你讲已经把它看10场之外，再来看了3米2不要对3米。有一天就坐公车，原来坐火车去到台中火车站，然后坐公车去到东海大学，然后上车之后，无位就站在他旁边有一个女生，他就看到后面跟的那种东西，要把他抓回来。他的职业告诉他是说，这个我们话会安全。他就好奇，或者是旁边就好奇，就看到你到下车，伊就
白无常对起啊，你看 OK， 想说伊就好奇，我说伊就知影，他看到黑白无常，他不能讲，也会干扰人家黑白无常做事，但是他总会跟吧，看他会发生什么事。结果这个女孩子后来就车子开了，看我逢甲大学，逢甲新高，他来看高东海大学，就到逢甲大学了，你长得热气啊，哎呀，对了。看见左边了，就发现那个女孩子走进逢甲大学，走进去了呢，伊就在想，那个女孩子去倒？后来不久，看到那个女生，伊穿啥物衫，伊看到就是，然后进去牵了摩托车就骑出来，不知道是没有戴安全帽，反正他就很清楚知道那个女生她不知道有哪里。一骑出来逢甲大学，好像有点急，车子骑得比较快，就出去瞬间就右转，然后听见啪一声，就在大货车弄的那女生。当场就死。哇！他从那天开始痛苦到他大学要毕业之前，他都很痛。他一睡觉还没有睡觉，他常常都看到那个景致。老天爷为什么让他看到这个？他好痛。长得越大，他的可以看到或感应的东西不断在变。或许你讲这个囡仔到底有多痛？伊若做通过有条后学了 MS， 我就甲讲佛理公道。因为中央中华语言他都会把后语跟他讲，他都聊一聊之后，他就会变得比较开心，比较能够释怀。一天伊甲后语来讲的，你三日无光，咱甲你师傅讲。你的师傅来讲，这个老师讲的道理不纯粹是佛理，你问问他什么宗教？那个后学冯老师，你信什么教？信什么？你是个佛教？我不是，我是一贯道。我来讲，然后你的道场在哪里？我的道场在义和圣，你个屌嘛来咱义和圣。然后我讲，你感觉我义和圣好是好，但是后面那个不要讲，讲是对吧？你感觉到那个道场有问题，然后他就讲，就笑一笑，你是感觉这样，那你要不要来看看我们里面的那个呢？他就跟我笑笑，后面一眼在旁边。他就那天也就没讲什么，他就回去。过了大概又一段时间，一个上线，就然后老师，我觉得你修行的还不错，人也很慈悲，我都毕业那么多年了，你还愿意打我关心，只可惜你为什么要跑去信外道？我来讲上面有外道，师父说，只要不是佛教徒的，佛教徒之外都叫外道。你应该来当佛弟子，一个导后学的。然后谁跟你说我不是佛弟子？谁跟你说我不是佛弟子？你是佛弟子吗？我说是。那我扣你有没有皈依三宝？有啊，当然有皈依三宝。那可是你说你不是信佛教，我信一贯道。你们一贯道的三宝又不是佛教的三宝。就从这个地方来读。你要不要一直坚持？老师，你信的那个是外道，你应该来皈依正宗。然后一直讲讲，那是第一次的对话，到后来还有第二次、第三次的对话。对话到后来，他慢慢懂，儒教要融通的来。他说你们一贯道都剽窃我们佛教的经典。我说你怎么说我们一贯道剽窃你们佛教的？师父说，你让我公师父说。那公园上面经啊，那我们一贯道讲你们佛经就不可以，那你们佛教徒你不会讲儒家的经典，也不会讲道家的经典，不然你就剽窃人家佛教儒家的经典跟道家的经典，你们也是剽窃来剽窃去。你们除了佛经之外什么都不能讲，你知道吗？只要不是佛经，你们讲都是剽窃别人。我就甲讲安尼啊，他突然愣在那边，对哦。用别人的资料就叫剽窃，对。第二个，佛陀讲佛经只有给佛教徒的人听的而已吗？他有时候拍谁？版权所有，请勿翻译吧，请非佛教徒不可以念，不可以相信，不可以依法修行。佛陀有这么说吗？没有。说我只要能，佛陀讲得很清楚，佛教的定义里面，第一行的佛教的仪规，
就是佛弟子吗？然后我就跟他讲，我跟你讲的佛理对不对？你赶快问《华严经》，他是他问的候选人华严经的事，他又问了一些佛经的事，我都敢回答。他就说你怎么对佛经这么了解？我有读啊，我有读啊。然后他后来就去把我读的那个范例跟他的师傅，他就说那些老师外道，这个都是其他的参考。然后人家讲那么多，就是告诉你多一些概念之后，如果我们天道的弟子，我就跟他论佛法，论到人家的，我们因为他不办佛堂，那个对人老知识，其实各宗教都是都是道理，其实实力同那里，只是或许要告诉各位是，莫要障碍自己。我那个孩子，他到底有没有求道？或许从来没去查这个，但是他很虔诚的在佛光山跟那个密宗的老师，他两个都跑，他认为都是佛教，没有关系，他就不大逆不道了吗？他就该下地狱去了吗？他就回不到阿弥陀佛世界了吗？他一心信仰，他要回去阿弥陀佛世界。而我们是一心信仰，要回去无极天，说不定无极